你们会想到某某人是不是？你要不要包容他？还是要每一个新朋友都要去包容。这就是因为上帝要给你学习的功课。所以包容是一个积极的过程，好，不要让包容好变成一种压抑。好，我包容你一次，再2次、3次，好，然后你就是累积，到最后就砰，全部把它爆发出来。有的人是用这样的方式，那算不算包容？那不算是包容，好，那算是一种忍耐、压抑，但是他没有真正包容。包容好像就是用橡皮擦把它涂掉，重新再来，重新再来。所以包容别人小过错是解决冲突第一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是检验自己的态度，并且去改变。好，检验自己的态度，并且去改变。他们很难去包容别人。你觉得说，哇，神啊，我已经包容他的小过错，已经有1500次，我包不下去了。而且我跟我这个太太结婚已经20-30年了，我包容不下去了。我已经忍我这个朋友，忍这个人已经忍很久了，包容不下去了。你需要第一个方法来帮助你，检验自己的态度，然后去改变自己的态度。第一个是你去接纳别人，第二个是你来检视你自己，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重点。所以呢，这重点当中呢，好，就是我们在周报的，好，你要开始抄，好，从第9页到第10页的5个重点。第一个呢，好，怎么样去检验自己的态度呢？第一个要靠主常常喜乐。腓立比书第4章第2节到第9节，在这8节的经文当中，好，就是提供了我们这5个原则。我们一起说：靠主常常喜乐。好，腓立比书4章4节这样说：什么是靠主常常喜乐呢？就是以神为中心，以神为乐。但是呢，撒旦呢会要你这样误导你，好，认为这个冲突呢，好，就是你要这样把心硬起来，你要爱卡波爱倒你，好，你这种有可能可以损失你的权利呢？告他就对了。基督徒可不可以去告别人？行还是不行？好，其实没有一定，圣经没有说好，但是呢，要看情况。好，但是呢，基督徒会很有智慧。好，耶稣有没有去告别人过？好，其实耶稣是没有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从耶稣的身上，好来学习，好让神来解决你的问题。但是撒旦他会误导你，他会给你错误的判断，好，他会给你错误的讯息，好去寻求各种方法。去啊，你这个命不好了，运不好，名字不好，风水不好，你这个房间的床摆的位置不对，好，他会给你各种方法，但是你就是不要跟上帝祷告，好，撒旦会用这样的方法来欺骗你，所以呢，你要去寻求神，在神里面得到喜乐，才会有自由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要叫众人知道你谦让的心，我们一起说谦让的心。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。第一个是靠主常常喜乐，第二个是谦让的心。腓立比书4章5节说：“叫众人知道你谦让的心。”谦让呢，代表是一种自制，是一种温柔，是一种礼貌，是一种体贴，是一种慷慨。在冲突当中，谦让好，能够让人去体会到上帝的恩典，而且谦让可以反映出神在你身上的同在。所以，你愿不愿意谦卑自己，容让别人？有时候我为什么要让他？明明就我对，我为什么要让他？你可以对啊，你可以坚持啊，你可以大声啊，但是人家看起来就是没有神与你同在，你就是你呀、啊，你这个人就是这么样的伪道啊，你这个人就是这么样的严，人家看不到神在你的里面，但是你却愿意谦让，像耶稣，好，他有机会哦，但是呢，他却愿意谦让，人家就可以看出在他生命当中有神的同在。有多少人愿意让人家有神？有多少人愿意？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挥挥你的手吗？哇，感谢主！这些挥手人，我们一起说：要有谦让的心，就有神的同在。第三个呢，好，对不起，好，谦让的心呢，会让影响对方用同样的方式来回应你。当你让人家一次，人家也会这样子来让你，这会造成一个良性的循环。当你不让人家，人家也是这样来对待你。第三个是用祷告取代挂虑。我们说祷告。第一个是要常常喜乐，第二个是要谦让的心，第三个是要祷告来取代挂虑。腓立比书4章6节说：“应当一无挂虑。”所以呢，挂虑、焦虑包含着担忧、压力、压挤、重担。好，在压力之下，好，所以
保罗说要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。当你有烦恼的时候，有压力的时候，有重担的时候，做什么？祷告。当你有压力、有重担、有担忧的时候，做什么？祈求。当你有压力、有重担、有担忧的时候，做什么？感谢。我们把这3个说一次：祷告、祈求、感谢。这是抗压最好的药。好，有压力看医生，挂号挂精神治疗科。有压力，我就可能有忧郁症了，我要赶快去吃药。有压力，我要赶快放假。有压力，我要去玩。有压力，你会想到很多事情。但是有压力，你有没有想到我要先祷告，我要先祈求，我要先感谢？当你有压力，就这样做，你就不需要吃药，你不需要挂号，上帝的平安就会与你同在，就会把这些当中这些忧虑通通把它取代掉。这是第3个。第4个是看清楚事实。好，看清事实，我们一起说看清事实。4章8节说：凡是真实、可敬、公义、圣、清洁、可爱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看清楚事实呢，代表我们需要更准确的眼光看待一个人。你有没有看走眼过？看一个人看走眼。好，刚才这个令晨说，他刚刚认识牧师的时候，非常的害怕。我相信他绝对是看走眼，阿们吗？阿们吗？对啊。好，但是呢，他需要更准确的眼光。感谢主，他在这边3年的时间，他得到准确的眼光。哇，他知道牧师呢是一个和蔼可亲，讲到那么长呢，并不是一个无聊的事情。阿们吗？好，是因为真的东西太多。好，但是呢，太多要跟你们分享。我们要培养更准确的眼光。好，你不要第一个判断，说啊，我觉得这个人他就是心术不正，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个色胚，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个老奸计滑的人，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个油嘴滑舌的人，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狮子座，他就一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这个人他是一个 A 型人，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如果你常常用这样的眼光去论断人，你就惨了。跟你旁边说，你就惨了。你就哇，大家都非常有共鸣哦。你就真的惨了。你不要用这样的眼光去批评、去论断别人。你要学习培养更准确的眼光。怎么样学习培养更准确的眼光呢？好，就是有冲突的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容易去看出别人的负面的性格，然后放大对方的错误。你只要当你不爽一个人，那个人他只要走路不小心拐到，你会觉得他怎样走路有问题，他脚长得有问题，你就会把一个小小错都会把它放大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容易的，这是我们的软弱，是我们的罪性。好，但是呢，而且会去忽略他的优点。就算他考试考了前3名，就算他得了这每日一善，哇，就算他拿到什么模范生，你就说哇，那是假的，那骗人的。但是呢，冲突发生，我们要看清的事实：第一个，对对方的价值观、动机跟行为产生错误的判断，我们有没有这样去错误的判断别人？第二个，我们是不是自己里面已经心里面有毒了，苦毒？受伤的想法，所以常常用这样的想法去套在别人的身上。这个功课很重要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把它学习下来，或是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。但是如果你能够把这个看清事实这项功课练习，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对谁不爽，你把它练习，我会不会有新的眼光来看待他？我可不可以重新来认识这个人，让这个人在我的生命当中，他再也不白目了。这个人在我生命当中再也没有那么搞威了。这个人在我生命当中，他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。我要重新来接纳他，你会得到的祝福是非常的大。好，这是非常非常大的祝福。还有这个很多，看清楚事实呢，若是刻意去想对方有什么真实、可敬、公义、清洁、可爱、有美名的，可以平衡我们把他这些缺点平衡过来。还有这些看法改变不是人的本性，是要下定决心，有恒心。如果我们有下定决心要重新去认识一个人，箴言11章27节，我来念一下。箴言第11章27节说：“恳切，有圣经吗？有圣经也可以跟我翻。箴言11章27节这样说了：恳切求善的，就得恩惠；恳切求善的，就得恩惠。你只要迫切想要去认识一个人的善，你就会得到一个 favor。”就会得到一个 grace， 你就会得到一个恩典在你的身上。你会发现，哇，我错怪这个人了。这个人过去是我的仇人，但是今天他变成我的 best friend， 我最最最最要好的朋友。这会是一个非常美、非常棒的见证。
所以你需要让上帝给你一个眼光，看清楚事实。还有最后，若改变焦点，仍然没有办法包容对方过错的时候，好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做：思想，如果这个冲突不解决，你将会失去对方很多的优点。你与其多一个仇敌，那句话怎么说？与其多一个敌人，少一个朋友，不如什么？多一个敌人。错，与其多一个朋友，如果反正意思就是，好，你可以把你的敌人化成朋友。好，因为圣经没有说，所以这句话好像没有那么重要，没有记得没有关系。但是呢，你要记得，圣经告诉我们要看清楚事实，我们要常常去发现人家的优点，把这些人好重新再认识，并且好这样子，当我们开始专注在对方的优点大轰炸，我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好。好，我们就会我们的问题就会来解决。好，这是第4个。第一个是常常喜乐，第2个是什么？叫谦让的心。第3个是以祷告取代挂虑。第4个看清楚事实。最后一个实行我们所学到的。实行我们所学到，将这一些你所知道的事情用在你的生活当中。所以腓立比书4章9节，好，你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、所听见、所看见，你们都要去行、去做。Just do it。赐平安的神就要与你们同在。你只是知道，却不行道；听到却不行道。你听了却没有去行出来。好，你这些东西在你身上是没有带来帮助，上帝也没有与你同在。但是呢，你听了又去做的，上帝就要与你同在，而且神要赐平安给你。所以我们不要空谈。当我们用神的原则检验我们的态度，神要与我们同在。阿们吗？好，第5个，跟你旁边说，终于要结束了。好，我们的论文已经到了要结论的尾声。怎么样去避免那些不必要的冲突的方法呢？好，就是你要先认清一个事实：当你去解决这些冲突要付的代价比你所想象的更多。你跟你说旁边说，冲突要付更多的代价。如果你跟人家在冲突当中，你要付很多的代价。我听见一个在我们教会当中好的一个 case， 好，他在社区当中跟人家吵架，吵架之后互告之后呢，花了这个律师费去请律师，然后这律师费就花了几万块之后呢，他又来寻求教会的帮助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个教会帮助告诉他说，这个事情你应该要怎么样做会比较好，所以他开始又犹豫了。但是律师说，不行了，你已经告下去了，就要告到底。他想要撤销，但是要告到底。这时候她的丈夫有意见，她的孩子有意见，她的家人有意见。我发现她到最后，一开始只不过是怎样，跟一个邻居吵架，现在她跟律师有问题，跟她老公有问题，跟她孩子有问题，跟教会交代的事情也做不好，让自己现在更多的问题当中。一开始跟人家吵架，如果当天能够解决，好就要结束了，这个事情就 ending 就没有。可是那个事情并没有那天解决，越吵越凶，闹到整个社区都贴在电梯上面，都看到都知道，然后呢，搞得这样子鸡飞狗跳，比你所想象的要付上的代价是更多的，会造成你的不安、情绪上的损失，并且会影响你跟神之间的关系。所以你要思考，要不要放弃权力，放弃公义？到底基督徒是不是要真的成为一个好先生？你只有知道神的公义是一个标准，你要的标准是神的公义，公义是要神的怜悯做基础。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法律虽然是合法，但是不一定合理。我们说合法不一定合理，很多合法的事情不一定是有道理，好，那是法律所带来的。但是呢，基督徒所要做的是竭力去执行符合法律也符合天国的权利。马太福音第7章，我们今天所读的，好，就是无论何事，你怎样人待你，就要怎样去待别人，这就是天国的法律，这么简单。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，就要怎样去待别人。所以神对你所说的话，就是神要你对人表示同情，表示仁慈，表示关心。就算那个人是一个烂人，
那个人是一个不配的人，我要去爱他，因为耶稣。